21月初5，美国总统大选剩无一礼拜，咱新闻世界通继续带观众朋友来探讨选情。目前，这民主党的贺锦丽甲共和党的 Trump 是抑个真歹分输赢，双方是拢真有特色。Trump 的立场是美国优先，言论较激进；也那贺锦丽是主张社会正义，对移民的态度较开放。到底谁个政策会较受到支持？所到来，咱就交互苏眉为咱分析。这届美国总统大选是由官司缠身的前总统 Trump 对战检察官出身、半路接手的现任副总统贺锦丽，因分别是有甚物特色，咱做伙来看。共和党的 Trump 主要就是以美国为优先的立场，所以讲对移民的态度是较严格，行事作风是带有较重的民族单边主义。这点对法界出身、注重人人平等的贺锦丽来讲，就是完全颠倒饼。贺锦丽主要是行和平主义，甲民主党的路线一致，对这移民是保持开放的态度。这是贺锦丽的优势，算嘛是伊施政的大障碍。也若是讲到 Trump， 大家都会想到讲伊讲话真激进，不时是有一寡喊怪怪的言论。不过，伊是一个生理人出身，真侪支持者都认为讲伊是会当甲经济问题处理了较好。不过，这个点嘛，常常去互对手用讲这 Trump 是一个生理人，会用这生理人的头壳来治国，以家己的利益为优先来甲攻击。也若是贺锦丽这边，主要就是拍社会正义的路线。不过，这几年美国的通货膨胀是真严重，经济歹，所以讲部分的选民就质疑讲这贺锦丽处理经济问题能力。